大家好，我係 Matthew，歡迎翻到嚟我嘅 channel。今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英國 Blue Badge，即係藍色傷殘泊車證應該點樣申請。相信有唔少香港朋友嚟到英國之後都聽過呢一張證，但係就未必好清楚自己又或者屋企人有冇機會可以符合到呢個資格啦。喺開始之前咧，就先同大家講一講英國嗰4個地區申請呢個 Blue Badge 嘅費用先。英格蘭最多就係10磅，威爾斯就係免費，蘇格蘭大部分 council 都係會收20磅，而北愛爾蘭呢就係會收10磅嘅。今次我會根據英格蘭、威爾斯同埋蘇格蘭嘅官方網上申請流程做示範。至於北愛爾蘭，官方本身就有另一個申請渠道㗎啦，所以如果你住喺北愛爾蘭嘅話呢，呢一條片仍然都可以做一個參考嘅。另外都想提一提，如果你係住喺倫敦部分嘅市中心地區，亦都係要特別留意當區嘅 council 安排。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哋嗰邊都提到，原來呢個 Blue Badge 咧喺倫敦都未必係完全可以適用到，好似 Camden 呢啲地區咧就係會另外一個 Green Badge 送嘅，咁就係要留意翻當區嘅規則啦。今次嘅影片咧就係主要分享嗰個申請流程同埋我自己實際幫街坊申請嘅經驗，但係又並唔代表遞交咗申請之後一定會獲批嘅。原因就係最終嘅結果都係以相關 council 嘅審批為準。而今次大家見到我示範嘅內容咧，全部都係我代其他人嘅名義申請，唔係我自己用自己嘅名義去申請嘅。好啦，咁我哋而家就去最主要嘅部分，點樣申請啦。第一個問題，佢就會問究竟呢一張嘅藍證係邊一個去申請嘅？第一個就係話我自己幫自己申請，第二個就係話我幫其他人申請，而第三個咧就係我去幫一個組織去申請嘅。第二個問題就係問究竟用呢張證嗰個人佢嘅名係叫乜嘢？咁就打翻呢個人嘅名啦，之後就可以打翻佢哋嘅 postcode 啦。打完之後，電腦就會自動揾到嗰個人佢所住嗰個地方嘅 council 啦，然後就會話呢個 council 就係會審視你一個藍證嘅申請嘅。答完之後就會問我哋究竟係咪已經有藍證。咁喺呢個位我就會根據佢嘅狀況我填 no 嘅，跟住就打翻佢哋嗰個嘅出生日期。然之後嗰條問題就係會問究竟呢個人係咪盲嘅啦，都係根據翻自己嘅情況去填。咁呢個位我就填 no 嘅，之後就會問呢個人究竟有冇攞以下嘅福利啦。相關嘅中文翻譯呢，就係會喺熒光幕嘅右手邊。答完之後呢，咁佢就會問究竟呢個人有冇任何嘅身體殘障，又或者其他嘅條件係令到佢需要去申請呢一張嘅藍證嘅。大家就可以跟翻佢哋自己嗰個嘅需要去填啦。然後就會問個主要原因，點解呢一個人要申請一張嘅藍證啦。好啦，填晒啲嘢啦。根據我之前所填嘅答案呢，就發現咗原來呢個街坊可能係有資格申請一張嘅藍證嘅喎。然後就要提供佢嘅身份證明文件啦，佢嗰個嘅住址證明，同埋其他有關佢呢一個疾病嘅資訊。接下來就可以去到第二 part 啦。第二 part 第一樣嘢係要填乜嘢呢？咁就係要填翻嗰個嘅性別先。填完之後就會問佢究竟有冇 NI number 啦。如果係有嘅話咧，就要填翻佢嗰個嘅 NI number 上去嘅。之後就會問埋佢住嗰個嘅地址。填完之後咧，就會問翻點樣聯絡佢嘅。填完之後咧，就要我哋提供翻嗰個人佢嗰個嘅身份證明文件啦。之後咧，就會嗌我哋提供翻佢嘅資料啦。喺呢個位咧，就好似之前申請永居一樣啦。其實可以揀提供翻喺 passport 入面有我哋上嗰一頁啦，亦都可以提供翻我哋嘅出世紙、driving license、結婚嘅證書或又或者係離婚嘅證書等等嘅。upload 完之後咧，咁佢就會嗌我哋提供一個嘅證件相，方便去做呢一張嘅藍證嘅。咁嗰個嘅 example 咧，就類似而家右手邊嗰幅相咁樣。呢度都搞掂埋之後咧，就可以去到下一個位嗰度填翻究竟佢哋係有乜嘢健康上面嘅問題，係會影響到佢哋平時行路嘅。然後就要揀翻佢哋一落到車去到嗰個目的地期間可能會遇到啲乜嘢問題啦。
剔咗之後啦，就要提翻究竟佢哋係有幾時常會遇到啲咁樣嘅事情咯。下一個問題就係問，如果有咗呢一張嘅藍卡，咁究竟可以點樣令到佢哋嗰個行程會變得更加安全呢？喺呢度咧打完之後咧，亦都係咁繼續。之後就會問翻究竟佢哋係會用乜嘢方式，又或者係乜嘢嘅工具，令到佢哋喺步行嗰陣時係會更加安全嘅。如果有啲朋友佢哋要揸拐杖咧，咁亦都可以提翻佢哋平時係會揸拐杖去支持佢哋嗰個行路嗰陣時避免仆到咯。嚟到呢度咧，就要我哋提供翻相關嘅醫療記錄㗎啦，例如係一啲藥單啊，又或者係一啲醫生紙咁樣都得嘅。遞交完呢啲 supporting documents 之後，就會問究竟有邊一啲嘅醫生啊等等係可以幫助到佢哋去證明到究竟呢個人佢係咪真係有任何行動方面嘅問題嘅。而白色呢一個嘅格仔呢，咁就係可以加多過一個人。如果有需要嘅話，就可以撳白色嗰個掣，冇問題嘅話咧，就可以撳綠色掣嘅繼續啦。填完主診醫生又或者係專業人士相關資料之後，就會問我哋究竟嗰個人有冇食任何藥嘅。喺呢度咧，首先打翻個藥名，之後就要填翻究竟係咪成日食呢隻藥啦，最後就要填翻佢究竟係要食幾多劑量。如果嗰個人係服用多過一隻藥嘅話，咁就要撳個粒掣繼續去填翻其他嘅藥名啦。喺呢度咧就可以填翻嗰個人之前接受過治療，又或者將來會接受治療嗰一個嘅名啦。例如呢個人之前做過十字韌帶手術嘅，咁就可以打翻十字韌帶手術落去。如果話佢將來係會接受呢個手術嘅話咧，就係要填翻究竟佢哋大概係幾時將會接受治療，同埋呢個嘅手術會唔會係令到佢哋個病情係會好翻啦，又或者係冇咁嚴重嘅。填晒之後咧，我哋就嚟到第三部分啦。喺呢個部分第一時間咧就可以 check 翻我哋嘅答案。check 完答案之後咧，就會去到下一部分嘅聲明啦。呢個聲明咧，總括而言都係會講翻 Counsel 係會查嗰個人嘅資料，同埋就會講翻無論係嗰個人又或者係你，亦都係明白到呢一張嘅藍卡係點樣用嘅。如果明白咗呢個聲明之後咧，咁就係可以撳綠色個粒掣去遞交我哋呢個嘅藍卡申請㗎啦。最後尾咧，撳完呢個綠色掣之後咧，咁佢哋 Counsel 嗰邊就係會 send 翻一張嘅信過嚟話俾我哋聽，佢哋正在審視我哋呢個嘅藍卡申請啦。咁我呢個 Counsel 咧就俾10磅嘅，俾完錢之後佢就會講翻話啊，佢呢個嘅審批咧可能需時要12個禮拜嘅。如果佢真係審批咗啦，咁就係會 send 呢一張嘅藍卡咧去到嗰個人嘅住址嗰度噶啦。總括而言啦，呢張藍卡佢嗰個申請嘅過程咧係比想像之中詳細嘅。咁申請人佢哋通常都要答翻唔少嘅問題啦，亦都係有機會要遞交翻相關嘅證明文件，去證明自己符合嗰個嘅資格啦。最後，如果呢條片都幫到你嘅話咧，就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之後，如果我今次幫街坊嘅申請有任何嘅進展，又或者係成功批出咗之後有實際使用上面要注意嘅地方咧，我亦都係會繼續拍片同大家去更新嘅。咁多謝大家收睇，咁我哋下條片再見啦，拜拜。